念圣诗，咱先来看圣诗322首，咱请苏琴先弹。因为这条曲咱较罕的唱，我来把4节的词拢读过。我情那样失迷，调我南山去西。牧者的声我无要听，无爱对伊去行。我情那囝放纵，无爱徛去家中。天父的声我无爱听，爱要四界去行。第2节，牧者找羊弟伊，爸也找伊囝儿，经过座座深坑，旷野爱要找我伫遐，找着我险要死，犹我精神失去。伊就可怜将我来背，救我毋免失迷。第3节，牧者就是耶稣，做我救主保护，留伊保惠，使我有惠，救我脱离死罪，赞我活转骹步，带我来行正路，带我抱我，搁入羊巢，用得羊饲袂枵。第4节，我情离开羊群，辜负牧者大恩。我当爱听牧者的声欢喜，调来徛。我情虽然不好，做我放纵去行。当爱顺叹，听我天父用点天父的家。咱4节拢来念咯。来第1节。
184首，咱来吟第1节甲第4节就好。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阮感谢恁又搁做一日遮，要来听阮牧者的讲道，要来遮组织，要来学习你，恳求你，互阮会使明白你的恩典遐尔啊大，阮会罪过，恳求你，互阮有试察，互阮悔改，互阮搁再活转到你的面前，享受你恩典的甘甜蜜。阮伫礼拜进前安尼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各位兄弟平安，真欢喜今仔日同大家来敬拜学习咱的上帝。咱礼拜随时就要开始，请咱将咱的手机关机。
咱若承认咱的罪，上帝是信实公义，要赦免咱的罪，洗清咱拢总的不义。请咱三甲来吟诗，来学罗敬拜上帝。圣诗184首，上帝疼痛哪会遐大？请咱起来吟作诗。请坐，请咱三甲来请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是创造万物的主，你用你的形象创造阮，成做有灵性的活人。你差派你的独生囝耶稣基督来救赎阮，成做永远的赎罪祭，互阮通甲主合好，互阮这个受赎的囝儿百姓。拢会当做伙来到你的面前，你敬拜，你学罗，亲像以赛亚书所讲的，既然属客气的，要伫你面前跪拜，我们大声学罗你，
爸囝圣神独一的上帝。主上帝，我要谦卑来到你的面前，认罪悔改，承认阮一切的过失。求圣神帮助阮对罪恶更较敏感，免得阮得罪主，互主来伤心。求上帝，主上帝，得你完全无黑暗。阮若讲阮甲主有团契，犹豫继续伫黑暗中生活，是讲白贼，无实行真理。毋过，上帝伫光明中，阮若照安尼伫光明中生活，就甲主互相有团契。主耶稣的保血会继续洗清阮拢总的罪。主耶稣，感谢你拣选阮做门徒，亲像保罗所讲的，爱将家己的身体献予上帝，做活活的祭，是圣洁，主所欢喜的。这是恁合宜的敬拜。主啊，求你互阮放散家己，背起十字架来跟对你，互阮伫这世间做光做盐，回应主万民传福音的大使命。阮嘛要为着阮的教会的肢体同心来求救，为阮的牧师、同工以及所有的兄弟来恳求。求主你赐阮智慧、疼心、甲气力，看顾阮中间有病痛，也是心内艰苦的兄弟姊妹。上帝啊，求你亲自安慰甲医治。最后，请咱用主耶稣教咱的主祷文来齐声祈祷，请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咱继续来启用。启应文第15篇，也就是诗篇第51篇。我来启，请兄弟来引。上帝啊，你的疼未改变，求你怜悯我。求你洗除我一切的罪孽。我知家己的过失。我有得罪你，只有得罪你。所以我受你审判是当然。我伫母胎就有罪。你以爱的是内心诚实。求你洗除我的罪，互我清气。求你互我听见欢喜快乐的声。求你仰面无看我的罪。上帝啊，求你为我创造纯洁的心。唔通赶我离开你的面前。求你互我衷心享受你救恩的欢喜。我要将你的道路指示罪人。拯救我的上帝啊，求你免除我的死罪。主啊，求你开我的嘴。你无爱成礼，若爱我欢喜献。上帝啊，你所爱的这是痛悔的心灵。这时，咱来恭受上帝的话。
上帝的话记载伫撒母耳记下卷第11章第1节到第15节，以及新约路加福音第15章第7节。撒母耳记下卷第11章第1节至第15节，大卫甲拔示巴。过年春天，烈龙出战的时，大卫派约押甲伊的部下以及以色列全军出去，因太赢亚扪人围攻拉巴城，大卫留伫耶路撒冷。有一日黄昏的时，大卫对面床起来，伫王宫的厝顶行来行去，对厝顶看到一个妇人人在洗浴，妇人人生出真水。大卫就找人去探听迄个妇人人，有人讲伊是以莲的查某囝，赫人乌利亚的某拔示巴。大卫找使者去带拔示巴来伊遐，迄时妇人人眼睛拄拄清气，大卫甲伊做伙困，后来伊就倒去因厝。妇人人怀孕，就找人甲大卫讲：“我有神啊！”大卫找人去甲约押讲：“你派赫人乌利亚来我遮。”约押就找乌利亚去见大卫。乌利亚来，大卫问伊：“约押好无？军兵好无？交战好势无？”大卫甲乌利亚讲：“你倒去恁兜休困。”乌利亚出王宫了后，王就送一份礼物予伊。毋过，乌利亚甲伊主人的部下做伙困伫王宫门口，无倒去因兜。有人甲大卫讲，乌利亚无倒去因兜。大卫就问乌利亚：“你今毋是对真远转来，是安怎无倒去恁兜？”乌利亚对大卫讲：“约柜以及以色列甲犹大全军拢踮伫布边，我的主约押甲王的部下伫野外扎营，我哪通倒去处理啉食，甲我的某同房？我起你的性命就抓，我绝对无要做即款代志。”大卫甲乌利亚讲：“你今仔日游玩大遮，明仔载我派你转去。”乌利亚伫迄日甲隔日留伫耶路撒冷。大卫请乌利亚来做伙啉食，互伊啉甲醉。天暗，乌利亚出去伊主人的部下遐，困伫伊家己的毯仔，无倒去因厝因兜。隔早起，大卫写一张批，互约押托乌利亚带去。批来写讲，就派乌利亚去前线危险的所在，然后恁拢撤退，互伊战死。新约路加福音第15章第15节，第15章第7节，我甲恁讲，亲像安尼，为着一个悔改的罪人，比有99个毋免悔改的义人，伫天顶的欢喜会搁较大。圣经读到遮，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搁照安尼去行的人。接续，咱要请圣歌队来学罗上帝。因要吟的诗歌是。我靠伊的人真有福气。
感谢圣歌队用这么水的歌声来带咱敬拜，愿一切荣光归乎咱的上帝。这时，咱要请罗博士来传讲上帝的信息。伊要分享的第一幕是生命中的软弱甲悔改。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搁一届伫主日礼拜，甲大家做伙组织来敬拜上帝。咱同心来祈祷，听堂是阮的主，阮感谢你。主你知影阮的无完全，总是主你怜悯阮，透过主你的话语，搁一届开拓阮的心，互阮知影主你的圣神要进入阮的内心，互阮了解阮的罪过，嘛明白主你的旨意，会当有一个换新的心智，当更新。成做新创造的人，主你的圣心，搁一届来帮助扶持阮，互阮伫今仔日的主日的信息，当搁一届清楚明白上帝你的旨意，当经历上帝你的疼甲恩典。愿咱的恳求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尊名，阿免。今仔日的经文是圣经中真特别的一段经文。内容记载关系以色列第二代国王大卫伊真实犯罪的经过。早前我家己读到这篇经文的时，实在唔敢相信大卫王会做这个代志，因为圣经上帝讲大卫是合主心意的人。那安尼，咱会想一位合主心意的人，应该是什么款的人？我相信，那对咱人的角度来想，应该是，那无讲完全100%无犯罪，至少嘛是一个袂做啥物歹代志的人，敢毋是？总是咱看大卫，伊为虾米会犯这个罪？而且这个罪佫真重，佫较互咱特别的是，圣经为虾米要白纸黑字？将这个代志拢记录落来。有当时，一牧道友因读圣经会读袂落，讲哇，恁的圣经为虾米写遮济残忍遮济无法度入目的这个代志？敢讲圣经毋惊人跋倒嘛？会记得我细汉常常爱看一寡伟大人物的传记。咱毋知捌看过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的传记，或者是抗日的民族英雄蒋介石的传记。后来我发现到讲，课本所写的5方的故事，敢若是编造的吼。毋知大家敢有听过这款的故事？咱会想。那是一个伟大人物的传记，所写的拢是啥物？这个人所做好的代志，伊有啥物模范？伊有啥物会当值得咱学习的部分？咱敢捌看过这个伟大人物的传记，有写讲这个伟大人物伊娶几个某，也是甲人偷生囝，也是去偷看人洗身躯。我想，这个代志无可能会写伫这个传记中间。总是圣经为虾米将这个人所犯的，无论是好是歹，拢清清楚楚写伫圣经中，佮流传安尼层几6000年。我想圣经毋是要来高估一个人一世人所做的这个功德，或者是好的代志。圣经是上帝的话，目的是要互咱人看着圣经，咱会当明白咱人的软弱，咱嘛会当明白咱的生命需要上帝帮助甲改变。毋是咱人外高，嘛毋是咱人拢无可能有犯罪的过程。所以圣经完全无暗藏将代表王所犯的错拢记录落来，目的嘛是要爱互咱知影，
任何人拢有无完全的所在，就算是上帝称伊做合主心意的人，伊嘛犹原有可能犯重罪。较要紧的是，上帝爱咱知影，咱是毋是愿意承认咱家己的无完全，愿意真实来悔改，面对咱家己生命中的问题，敢毋是？今仔日的经文第一节，咱就看到大鼻王伊的国家拄咧面对战乱，总是大鼻王无亲自带兵出去相台，有可能伊的国家已经真稳定，嘛有可能伊的手下真侪军事的大将真够相台，所以大鼻王伊根本无需要家己带兵出去，伊选择留伫耶路撒冷王宫。总是第二节接续就看到讲，是一个黄昏下晡，大鼻王拄啊困醒，因为日头拄要落山，伊就真即个自在真安然伫王宫的厝顶散步，一边看一边欣赏伊的国家、伊的领土，总是无拍算。无看无代志，一看就看到对面有一个妇人人，咧洗身躯啊！较早嘛无斗剃汤嘛，嘛无啥物会当暗藏的所在，所以王宫较悬的所在，看到下骹就看到别人的厝有人咧洗浴。无看无代志，一看哇，这个妇人人佫生甲真水，就真有兴趣。派人去问讲，这个妇人人到底是啥物人？一问，哇，真拄好，是一个有翁的某。伊的翁，佫是伫大鼻的军队咧伫前线小台的一个军将，名叫乌利亚。当咱问到一个妇人人，哇，发现讲已经有翁啊，咱心内应该想讲安尼无缘啦吼，无机会啊。总是大鼻王，佫唔安尼来放弃，佫叫对方这个妇人人来到王宫，甲伊困斗阵，直到最后，这个妇人人来怀孕有身。这是一个真不得了的代志。无想到大鼻王一步佫一步进入佫较大的错误，伊想要来暗藏这个代志，所以伊就将这个。伊的丈夫乌利亚对战场的前线甲调转来，故意问伊讲头前的这个情况安怎？讲你真辛苦啦吼，无你转去甲恁某做伙休困一下。代表可能想讲对方有心啊，所以若这个丈夫去甲伊困一暗，可能这个囡仔伊就唔知影到底是大鼻的还是乌利亚的。大鼻想甲真好。总是无想到乌利亚，伊是一个对国家真尽忠的这个军人，伊并无答应大鼻，伊选择困伫王宫的门口。大鼻就问讲：你为什么对真远的所在转来？你无爱转去休困一下，无嘛？甲恁某相斗阵。乌利亚就对大鼻讲：以色列甲犹大全军拢伫外口咧打布片，我的主人约押。甲王的部下嘛伫野外咧扎营，我太会当转去厝内啉食，甲我某同房。我就抓，我绝对袂做即款的代志。所以对咱即个经文，咱会当看到乌利亚甲大鼻两个人，因的心态差真多。乌利亚是一位尽忠服侍主的人，伊听叹伊的主人，就是伊的元帅约押的命令。乌利亚认为主人拢伫外口咧烧台，连代表上帝约柜嘛对军队伫前线。大家因为这个战争的关系，长期伫外口打布片，伊家己较会当为着私欲来甲伊某做伙困斗阵。这段故事，毋知大家敢会想到过去这个国文的课本，然后记载这个中国。尧舜时期有一个大禹治水的故事，我就想到哇，这敢若亲像这个大禹治水的故事。这个大禹伊为着要治理
国家的这个大水，所以伊就真慎重要来解决这个问题。总是伫这个治水的过程，真拄好经过伊的厝内，伊的囡仔迄当时个细汉，总是伊听到伊囡仔咧喊，伊心内知影伊爱完成这个使命，互伊的厝有一个安全，嘛，互国家安全，伊的厝内才会当平安。所以就安尼3摆经过伊的厝内，总是伊拢无入门，伊专心治水，经过13年久的时间，将这个水来治好，直到完成这个工程的使命。所以这个大禹伊治水的这个故事，就真做后来大家真欣赏真感觉真懊恼的代志。伊是一个真忠心完成使命的人。那亲像今仔日的经文，这个军人乌利亚同款，为了国家安全最要紧，无因为个人的代志来南山做伙。反倒，这个真做以色列国王的大笔，伊找空找胖，特别想着要甲人的某抢落来，佮设计将乌利亚派去前线，要将伊陷害死。所以经文的后壁段就记载，这个大笔王既然写一封批，要求伫前线的元帅约押将乌利亚派去战场上危险的所在，挑工叫军队来撤退，互乌利亚一个人面对敌人，最后互敌人来杀死。目的就是要正式带巴苏巴做伊家己的某。我想，伫咱细汉，咱捌听过大笔的故事；伫主日学，敢捌听过大笔犯罪的故事。可能若主日学老师分配着这段经文，拢会讲牧师这段，莫互这个囡仔知影啦，跳过好人过，袂害囡仔跋倒呢。可能咱有听到大笔少年是互上帝竞选，真做国王的代志，嘛真清楚大笔我靠信心来杀赢敌人乌利亚这个歌利亚的代志，嘛真清楚知影大笔描写要杀伊的扫罗王的故事，总是咱真少讲大笔王犯罪的故事。今仔日的经文为什么要坦白来分享？目的就是要互咱的兄弟姊妹知影，就算是合主心意的大笔，伊有缘嘛有软弱犯罪的过程。上帝看人看内心，上帝当初竞选大笔，是因为伊的心单纯，愿意顺探上帝的旨意。总是上帝知影伊嘛是人，上帝选择伊的目的，毋是伊是完全的人。大笔王伊所以犯罪，因为伊个性的软弱。这个罪伫逐个时代嘛是拢是死罪。总是咱若看经文的后壁段，就知影上帝敢有判大笔死刑。最近咱常常咧看新闻，有诶太亲情的，有诶虐待囡仔的，咱拢会想讲这款人就好死啦，莫阁留伫这个社会害人。总是上帝为什么无判大笔死刑？伊称赞人的某，佮甲人的翁派去前线陷害死，这两款真重的罪。上帝描写伊，是因为大笔伊愿意承认家己的过失。第撒母耳下卷12章后壁就记载，上帝派先知拿单警告大笔：你已经得罪上帝，你所做的代志，唔爱掠做无人知影，上帝拢看伫眼内，上帝真无欢喜，所以上帝要甲你刑罚，你的家庭永远拢要伫战场战乱的过程，而且你甲巴苏巴、乌利亚的某所生的囝一定会死。当大笔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大笔敢有死鸭硬喙皮，讲无啊，较有这个代志。咱知影，咱有当时咱若互人知影咱所犯的过错，咱拢会惊，互人知影咱的过犯，咱就会开始解释，找足侪理由
找芳，特别得闪。总是大卫听到先知安尼警告的时阵，伊马上认罪悔改，而且为着伊的囝，就是甲巴士巴所生的囝来禁食祈祷。上帝虽然怜悯大卫所犯的罪，留伊的性命，总是咱的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伊无将无罪看作，伊无将有罪看作无罪。最后，大卫的囝犹原患重病来过身。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卫王所犯罪的经过，今仔日对咱来讲有甚物款的学习甲提醒？大卫王伫人的眼中算是天公仔囝，对无？上帝甲伊抱甲真悬，总是伊所犯的罪，可能比咱在座人搁较重。后来伊所甲巴士巴搁生另外一个囝，名叫所罗门，嘛真做以色列王。总是上帝虽然嘛介意伊，因为所罗门王求智慧，无求财富。然后所罗门王伫年老时阵，犹原拜偶像、军队外邦富人人，直到离开上帝。上帝予伊的国家面临分裂，予伊的财富予敌人来摕走。所以咱会当看到上帝虽然伫圣经有竞选真济人，总是最后这个人物无一定拢有法度一世人军队主。圣经白纸黑字写落来的目的，就是要爱互咱知影，咱人拢是无完全。毋若是提醒咱无爱犯罪，上帝真正的目的是要甲咱讲，咱拢需要倚靠上帝，承认咱家己的软弱。咱每一个人拢有无完全的所在，所以有的人会受到金钱、财富的引诱，有的人受到情欲的引诱，有的人伫管理上会受到引诱。倒位有权，倒位有机会来提升家己的地位，伊就去倒位。上帝毋是爱咱人做甲无完全无犯错，总是咱爱了解咱到底的软弱伫啥物所在。咱爱了解咱是毋是有无完全的所在，咱愿意真实去面对伊，毋是躲闪。咱来求圣神帮助咱。咱亲像几礼拜前，要甲大家分享使徒保罗伊身躯顶的刺。主竞选保罗，毋是因为保罗是完全的人。保罗过去嘛迫害基督徒，总是主嘛犹原甲伊显现，互伊明白伊的生命中嘛有软弱的所在。总是保罗无躲闪伊的软弱，让人夸口伊的软弱，无夸口伊有即个上天的属灵经验。保罗认为，伊什么时阵软弱，就是伊什么时阵更较知影爱倚靠耶稣基督的过程。所以主耶稣甲伊讲：“我的恩典够用满足你的需要，因为你的软弱，就是我的快乐会当完全发挥的过程。”各位兄弟姊妹，软弱是什么意思？咱人感觉完全无力的时阵，有啦，有当时迄个血压较低啦，就安尼，躯咧要爬起来，就头晕目红，用要昏倒。总是真正软弱，是咧甲咱讲，咱人完全无气力的时阵。一个人什么时阵上无气力？其实就是拄啊出事，亲像红婴仔的时阵。所以咱的主耶稣，伊真侪人对红婴仔出事，表明伊愿意承担咱人上无气力的时阵。红婴仔伊咧成长的过程，伊要为开始变心、学爬、学行到学行路过程，爱一段时间。咱若有诶爸母佮少年，囡仔佮细汉，咱会看伊咧学爬、学行足古锥的，对无？总是咱看伊有当时为着要徛起来、要行路，跋甲安尼乌青硬血，咱嘛会感觉真毋甘。即马我查某囝无伫遮，会讲一个啦，无伊就讲莫甲讲。我囡仔细汉拄咧学行时阵嘛是安尼真趣味，要爬起来，佮跋倒，就开始佮爬，佮爬起来，佮跋倒，佮爬。我就看伊安尼，有当时安尼规个人就
崁伫即个米酒皮遐哦，因为阮有拢放迄软的物件，互伊学爬学行。啊，总是伊嘛真有骨力，行起来爬起来。啊，阮就甲伊拍扑啊，讲伊真贤，就真欢喜。伫遐安尼，迄个下怀安尼天悬悬安尼，真得意安尼。即个过程其实是真要紧的过程。有当时囡仔若跋倒，咧哭的时阵，拢会望爸母去甲牵起来，对无？总是咱若逐摆拢甲扶起来，伊就无法度家己学为涂骹爬起来。即个过程，伫即个过程的中间，其实是一个红婴仔，伊的骨头要发展，要真做会当健康成长的一个真要紧的过程。如果伊无即个训练的过程，伊的骨头、伊的阿妈棍、伊的即个骹骨，就无法度支力。至到伊可能咧大汉的过程，若要走也要行路，就真容易跋倒。所以伫即个过程，咱就爱互伊学习伫安全的所在，会当慢慢爬起来，佮重新徛起。遐咱的天父有缘共款，安尼咧看顾咱每一个人。有当时，咱嘛是亲像红婴仔咧学行共款，咱咧跋倒，咱咧无力，总是上帝要看顾扶持咱，加添咱气力。上帝上烦恼的是咱唔愿意承认咱家己的软弱，认为家己真牛真厉害，无需要倚靠上帝，无需要别人的帮衬，所以咱就无愿意接受别人的建议，嘛无愿意接受上帝的恩典。至到有当时，咱亲像一个人沉入大海，当上帝将这个救生箍啊等伫海中要救咱的时阵，咱连伸手去救这个救生箍啊的过程，咱拢无愿意。最后结果就是咱沉入去大海。所以，两位兄弟姊妹，今仔日的经文甲咱提醒，就算是今仔日上帝所喜意的大笔，伊嘛有缘毋是一个诚信的人，伊犯的罪真重。总是大笔王甲人无共的事，伊愿意承认家己会过犯。先知拿单经过伊的时阵，大笔彻底来悔改。大笔知影伊爱常常来到上帝面头前来反省悔改。所以咱看诗篇真侪的作品，拢是大笔伫上帝面头前真实悔改所写的诗词。特别伫诗篇第6篇第2节。咱做伙来读，耶和华，求你可怜我，因为我软弱；耶和华，求你医治我，因为我的骨头肌准。这段经文是大笔伊承认家己过犯，伊求上帝怜悯的一个诗篇。当伊向上帝来哀求的时阵，上帝就帮助伊、扶持伊，互伊重新得到气力。大笔虽然犯真重的罪，上帝有缘，予伊有性命更新的一个机会，无因为安尼来取走伊的性命。后来大笔无搁犯第2摆的错误。所以过去有一句名言这中文安尼讲：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上帝爱咱所做的善是啥物？其实毋是爱咱人拢袂犯错。上帝所看好的，是一个人伊知影家己有过失了后，伊愿意承认家己的过失，而且愿意认罪悔改来改变家己。所以，当咱每礼拜来到教会做礼拜时阵，常常会提醒咱嘛爱做认罪悔改的祈祷。咱毋是干那来伫礼拜堂敬拜阿罗上帝，来称赞上帝的好，咱更较爱看到家己的无完全。亲像伫我做牧者的过程，我嘛知影我家己有真侪软弱的所在。少年时阵的过失，甲中大的过程嘛有真侪过失。总是上帝拣选我，并毋是因为我比别人较好，比别人较高，比别人较圣洁，
我深深知影我家己会无完全，所以咱的牧师傅为虾米拢是乌噜噜？这毋是较高尚的吼，有诶讲穿乌色的较高尚。这是因为上帝要提醒咱，做牧者嘛是无完全的人，咱唯一会当代表上帝，就是伫礼拜的讲道时阵，这个白色的卡拉是代表咱所讲的是上帝的话，上帝要提醒咱的话。总是当牧者咧提醒兄弟姊妹的时阵，其实嘛是咧提醒阮家己，阮嘛是犯同罪的人，阮拢需要上帝的怜悯，咱够有法度为主来服侍。圣经路加福音15章，法利赛人常常批评耶稣为什么要甲这个犯罪人做伙斗阵食饭。耶稣用3个譬如：失落一羊群、富人人胖见的1块银，甲浪子回头的故事来提醒因。路加福音15章第7节，主安尼讲：为着一个人的悔改，比99个毋免悔改义人，伫天顶的欢喜会搁较大。主耶稣嘛捌甲一个行奸淫的妇人人安尼讲：照着旧约的律法，行奸淫的人爱互石头钉死。总是主耶稣嘛甲在场的人讲：恁中间有啥物人毋捌犯过错？恁大声会当用石头来钉死这个妇人人。最后在场的人拢离开，无人敢做。耶稣嘛牵起这个妇人人的手，安尼甲伊讲：我无要定你的罪，总是对答了后，你莫阁犯错。今仔日，咱的主耶稣邀请咱来到上帝圣殿，主耶稣嘛要甲咱讲，上帝爱咱来到伊的面头前，毋是要定咱的罪，因为咱的罪已经照着上帝的圣子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为咱钉死伫十字架，流出伊的宝血，饶赦咱每一个人所做的过犯。咱每一个人所犯的罪，无论重罪轻罪，对上帝来讲拢是犯罪。毋那是偷窃、讲白贼，还是骄傲、奸愚、杀人，等等的罪，拢是无完全，拢需要上帝的赦免。所以今仔日，无论伫咱的生命中间，咱是毋是有犯什么款的罪，邀请咱兄弟姊妹，咱会当做伙来祈祷，求上帝帮助咱。无论你心中有啥物恶担当的代志，嘛有可能是得罪上帝，还是甲人有过失得罪人，咱拢求上帝帮助咱。咱毋免惊咱的罪过后当，或者是互人知影，因为圣经嘛甲咱提醒，阮目的代志无显露出来，所以上帝要爱提醒咱，咱毋免惊吓来到主的面头前，咱会当将咱内心一切的过失交托伫主的手中。主耶稣要搁一届来饶赦咱，来洗清咱的罪，亲像诗人大卫伫诗篇51篇安尼甲上帝祈祷，上帝就讲，伊所介意的，毋是咱献偌济的罪，互上帝，是爱有忧伤痛悔的心来到上帝面头前。这款忧伤痛悔的心是上帝所欢喜的罪，咱同心来祈祷。主啊，阮来到你的面头前，阮承认伫阮的生命中有真济无完全的所在。今仔日，阮愿意承认，来到上帝的面头前认罪悔改。主耶稣，求主你帮助阮，嘛求圣神搁一届进入阮的内心，互阮清楚知影家己生命中的软弱是啥物。主你无要爱阮来别人来显露阮生命中的软弱，总是主你爱阮无惊吓、无允目来到上帝的面头前。
因为主你已经为着阮的罪付出十字架代价，你要用你的宝血洗清压砍阮的罪，互阮会当亲像洗遐尼较白，搁一摆成做主你新创造的人。求主帮助阮，互阮心中若有骄傲的，有这淫乱的，或者是为着金钱、利益等等的代志得罪上帝、得失人，阮愿意深深来悔改。如果若有甲兄弟姊妹中间有过失的，求主的圣神帮助阮，阮有信心、有勇气会当面对阮家己的无完全，有勇气嘛会当甲阮所得罪的兄弟姊妹，或者是厝内的人，搁一摆建立和解和义的关系。因为主，你要成做阮的帮赞，愿主听叹阮的祈祷，互阮会当有气力更新，得到完全的医治。祈祷奉靠主耶稣圣尊名，阿免。这时请咱三甲来吟回应的诗歌，圣诗322首，我情哪样失迷。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
请坐，请咱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请书献的同工。请起立，咱来吟奉献的诗歌。阮当心来祈祷，阮的阿爸爸上帝，感谢你的赐福，我的能力、财富、贵力，拢是对你来的。我靠你的人真有福气。阮要悔改，求你帮助阮，克服阮生命中的软弱。阮甘心乐意奉献阮的金钱，为圣工所用，来荣耀你的名，愿你接纳。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们。请坐。这是咱来报告。咱请董理长老。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今日咱有一个新的朋友来伫咱中间吼，咱特别要来欢迎这个新的朋友。就是伊拄啊差不多一礼拜外前，甲对法国倒来，即马伫迄个清华大学做数学的助理教授，一个青年人啦。证明你还没有结婚嘛吼？潘仲明，伊是万丹长老教会出来的青年啊，伫外国去到迄个数学博士吼，所以对8月初开始要倒来清华大学做教授。伊已经报到啊啦，顶礼拜是已经报到啊，所以我欢迎伊会当继续来伫咱中间吼，说明。我讲其实我无熟悉啦，毋过伊要来遮的时，因爸爸跟妈妈有先敲电话给我，甲我讲因后生要倒来，我讲恁后生是几岁？讲30通岁，我30通岁已经要做教授啊！感谢上帝吼。
所以咱来看今仔报告，今仔报告内面吼，报告内面我只有报告第2项、甲第4项，甲第3项，啊，其他的甲互迄个茂总去报告。你迄个用第2项、第2项甲第3项，这2项其实拢是咱的牧师想要互咱的兄弟姊妹大家对咱的信用会当搁较认密吼，搁较认密，就是基本的迄种真理，要来教互咱兄弟姊妹大家来了解。第2项就是咱陆续要带这青少年、这青年，还是这学生啊吼，要互因对咱的信用的真理，搁较进一步的了解。所以第2项是咧讲这。所以咱若有青少年、有学生啊，想要对咱的信用较了解，就来报名来参加。啊，第3项就是咧，咱的黄牧师，伊想要讲以后咱的只要真理，咱的基要的真理，以后有固定时间拢会开吼。啊，要开课的是牧师可能要独人家一个人开。所以，伊要教一寡学生，教一寡兄弟姊妹，就是咱的中级啦。咱的中级会当牧师经过训练以后会当做基要真理的老师啦。所以，伊即马就是牧师要建立一个教师群啦，吼，老师啊，这老师以后就要负责教基要真理的课程的，哦，所以第三项是咧讲安尼。啊，伊遮其实就是8月初8开始啊，是迄个一礼拜2遍，拢2摆那个时间啦。一礼拜讲2课啦，啊，差不多4遍就了啊。吼，当然课遮是无够啦，上少也是爱靠咱家己本身平常勤读圣经啊，去思考，甲上帝建立个较亲的关系。慢慢咱就会当了解上帝爱咱做甚物，上帝无爱咱做甚物。这款基本的真理，咱一定要了解。所以这2项报告，互咱兄弟姊妹大家知。好，那刷了其他的报告，就请苏辉。哦，我接下来报告第1点、第4点甲第5点。第1点，美必谷主日学的升级营，8月29号至30号，拜6个礼拜日。对象是要升国小1年到国中1年的小朋友，费用是500块。报名请陶诗源姊妹，是用QR code 来扫描吼。第4点，主日便当的订便当的原则吼，咱遮已经讲第3摆啊吼，提醒大家，咱伫主日的10点半之前，都爱到1楼来登记吼，这部分的费用。每人是50块，这10点半的规定是，互咱的同工会当较紧的，甲伊做完了做便当的餐厅，因嘛爱时间来煮咱的便当吼，所以到10点半。咱若是要替咱家己厝内人来订便当，这部分吼，咱同登记吼，看你需要偌济数量吼，但是这部分教会是无补助的吼。搁来第5点。阮主日7月26号，黄牧师伊代表公报社前往大溪教会。后来，请咱起立来吟祝福差遣的诗歌。圣诗是来好领袖，恳求主你引带我下步。我
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祝福。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以及圣心的相通，甲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三个彼得，互阮会当明白、深知影，阮人性命会无完全，总是阮无惊吓面对上帝，因为上帝你的恩典教育阮用，互阮伫软弱的过程，搁较会当经历上帝你无限的疼，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免。请坐，一道谢阮，恭受差遣。